長期唔食草嘅話咧，啲牙齒唔能夠得到正常嘅打磨，咁啲牙會過度生長啦。咁亦都咧有一個潛質就係牙齒過度生長咧，牙根可能倒生。當牙根倒生嘅時候咧，兔仔有機會會生 abscess 牙瘡。咁牙瘡咧係因為有細菌積聚咗喺嗰個牙根或者牙骨位置而導致一啲病嚟嘅。咁好不幸，兔仔嘅膿咧，佢啲膿瘡咧係好結嘅，唔係話好似貓仔狗仔嗰啲咁簡單，普通食下藥處理到，好多時真係要透過手術。而做手術之前咧，有機會會進行 CT scan 電腦掃描 check 清楚究竟係邊一隻牙、邊度嘅牙骨出現咗問題。而牙瘡如果唔理佢咧，佢會進一步蠶食佢前後左右嘅牙齒啦，影響牙骨啦，甚至乎裏邊嘅膿啊或者毒素咧有可能會入血，導致一個 sepsis。敗血嘅情況嘅，係啦，咁唔食草亦都除咗影響牙仔之外咧，都可能會影響兔仔個腸胃，咁令到佢唔能夠正常咁進行蠕動啦，好容易會出現腸停啊、脹氣啊，又或者會影響咗盲腸裏邊個細菌平衡，導致細菌失衡，有機會咧出現肚屙或者腸中毒嘅一啲後遺症同併發症嘅。